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云林北港妈祖病院连续第2年来到东势厝的四安宫，举办着免费的健康检查甲义诊，阁有中医师配合，嘛来帮民众免费看诊。东势乡的卫生所嘛伫现场做解分的辅导咨询，要方便偏乡的居民做检查，提早发现，提早治疗。 北港妈祖庙为了让偏乡民众更加利便，逐年拢会到东势乡举办免费健康检查。今年总共14项，包括义诊甲义诊。同时会做一寡体适能，甲年纪较侪，才会乡亲的记忆力、才智力的检测。 在地四安宫真注重老大人的身体健康，真支持这款的活动。当时的卫生所嘛真配合。抽烟其实真的对身体不好，那戒烟这个部分，我们就会鼓励他做一个口腔癌的筛检，然后让如果说民众真的有需要戒烟的话，都可以来卫生所找我们，然后做转介的服务。 身体健康会使讲是上要紧的代志。卫生所伫3月份会阁举办免费义诊，是到欢迎乡亲去参加。